自2025年6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愿以欢喜我的诗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04篇第10到3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04篇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上主我的上帝啊，你至大，你用尊严、威严做衫穿，你用光做外袍满，你triển开天，亲像在搭布边。你伫水顶安置宫殿的墙，你用云做车座，用风做设备，你用风做使者，用火焰做炊用。你将地下伫地基顶，互地永远袂摇逝。你互深水若外衫热砍地面，互水淹过山岭。你一个发，水就赶紧走；你的雷一个弹，水就紧紧流。冲到山头，落到山谷，流到你甲因定的所在。你定界限，互水袂搬过，袂阁转来淹地面。你互水泉对山内冲出，流落山谷，互山内的走兽有水通啉，互野驴止喙干。你互空中的飞鸟歇伫水边，伫树枝顶唱歌。你对天顶的宫殿用水灌入山岭，对你所做的效果都得到富足。你互草生长，通互精生食；互菜荽大丛，做人的路用，通互人对地得到食物。阁有酒，互人的心欢喜；有油，互人的面光彩；有食物，互人勇壮有力。上主所栽种黎巴嫩的片杨树，拢得到充足的润德。有白鸟作寿伫遐的树内面，有鹤伫松树的树枝作寿。有关山，互野山羊住；有石棚做石番米的所在。伊用月定季节，互日头才通落山。你互日暗做暝时，迄时树林内的百兽就拢爬出来。狮仔豚吼要找物食，对上帝讨食物。日头一日出，因就走去觅，伫因的洞内休困。人出去做工，劳动到闲时。上主啊，你所做的哪遐尼多，拢是你用智慧所做，全地满满拢是你的创造。伫遐有海大搁阔，内面有算袂了的动物，大小的活物拢有。伫遐有船得行，有你所创造的海兽，游来游去。这个拢得靠你，你照时互因食物。你歇互因，因就捡起来；你triển开手，因就有好物食到饱。你面越走，毋看因，因就烦恼惊吓；你将因的气收回，因就死去，归回土粉。你一个分开，因就受创造；你互地面拢换新。愿上主的荣光永远存续，愿上主因为家己的创造欢喜。伊看地，地就震动；伊望山，山就青烟。我要一世人对上主吟诗，我要活地的时，要对我的上帝唱歌和乐。愿意欢喜接纳我的默想，我要因为上主欢喜快乐。愿罪人对世上消灭，
愿歹人拢无去，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愿意欢喜我的诗歌。诗篇104篇是一首上赞上帝创造甲治理世界的诗歌，讲述伊对自然界的统治，甲对所有生命的关怀。照着诗人的创作，人通得以对上帝创造宇宙甲持续的保护和供给有搁较侪的了解，搁为这献上娱乐。诗人向咱描述的上帝是一位全能、全知和满怀爱意的创造主。诗人甲咱讲，上帝对创造宇宙的主权，甲维系生命的承诺，互咱对大自然的美丽和特殊中看见上帝的恩典。诗人看到上帝的美好创造，袂禁止赞叹：上主啊，你所造的哪遐尼多，拢是你用智慧所造，全地满满拢是你的创造。上帝的创造毋简单显明伊的智慧甲大能，也见证伊对所有创造物，尤其是人类的疼甲慈悲。照着思想上帝的创造，互咱看见家己受造的奇妙，激励咱用感恩之心敬畏上帝、赞美上帝。2015年，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发布一份通諭，愿你受上赞，论疼惜咱共同的家园。针对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，向全球发出保护地球家园的强烈呼吁。通諭中指出，气候变化对世界上上善车和弱势的人影响上大，因为安尼强调采取整体生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彼此相连的问题。教宗甲地球譬如做母亲，伊提供粮食、水和庇护所，但是人类的过度消费和对石化燃料的依赖，拄在破坏这个家园。此外，当今的消费主义和用过就单调的文化，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遭受破坏。因为安尼，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，投资通再生的能源，搁实施其他永续发展的措施，以应对气候变迁。教宗肯定科技进步的重要性，但是也强调需要将科技创新甲对送向人和环境的关怀相结合，以确保技术进步会当促成真正的进步，促使世界变甲搁较美好。最后，伊呼吁个人和社区采取具体行动，亲像节约用水、减少能源消磨，搁参与社区的环境保护活动，以促进整体的转变。对安尼通知，愿你受上赞，毋干那是一份关系环境议题的宣言，也是对当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深刻反思，鼓励所有人尊重上帝的创造，搁用搁较负责任的方式行动，保护咱共同的家园。诗人期望家己的赞美诗蒙得上帝欢喜，伊安尼讲：愿伊欢喜接纳我的默想，我要因为上主欢喜快乐。上帝创造
亲像一首美妙的诗歌，总是当咱毫不在意地破坏甲消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，导致自然生态遭受破坏，咱要安怎用喜乐的心唱出赞美上帝的诗歌呢？只有爱惜上帝的创造，咱才会当真心实意上赞伊。默想，上帝创造世界充满美丽，我是毋是怀着感恩之心，珍惜伊的恩典？上帝创造世界充满美丽，我是毋是怀着感恩之心，珍惜伊的恩典？咱做伙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，感谢你的奇妙创造甲持续的供应，互我用对土地的疼，甲对人的关怀，诚做向你赞美的诗歌，称颂你的疼甲恩典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